后来，过来是台中中兴大学的师生研发到会当发电的布料，这个研究嘛来登就国际期刊，受到注目。穿特殊布料，一日笔记型电脑前20秒吸收的电磁波会使发电，和手表加计算机用。对，所以现在我就可以按下去，然后它就会启动。布料唔乃使吸收电磁波发电，透过手的动作嘛会使发电。裂细。哎，对。甚至佫会使改装做智慧型的设备，用来操作电脑、播送音乐、耍电动。中兴大学师生用1年的时间研究出会使缩进环境电磁波辐射的发电丝线，伊的材料是来自液态复合金属加特殊的高分子。佳音合金，那它是无毒无味，那它又有液体的特性，那它有很好的导电性。那也因为这个很好的导电性，我们可以有效的吸收环境的电磁波的能量。会使发电的布料为将来物联网个人的电子加青菜电子电力发展拍开新的可能。研究成果高登上今年3月份的国际能源期刊《先进的能源材料》。台湾这个开发绿色能源受到全世界的注意。